他就用他的手来摸我的重要部位，很不舒服。我以前那个国小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说他说你不要吵了，这个平胸。他会把一个男同学压在下面，不给他爬起来，用椅子压着他，然后一位男同学坐在上面。大家好，我是阿丹。大家好，我是阿泽。大家好，我是文字。大家好，我是张云超。大家好，我是杨义辉。这样是我礼拜社会斯科普。还有新的玩具哦。你知不知道这都有性骚扰？哪有？不，他等这天等很久了。冇错，礼拜4號司機部，同你大家來討論下新所有勇敢散。就算是喺同多同學好奇嘅素材，尤其係同好朋友同下去搞，想到就猛幾聽。佢捱嘅，嘿嘿嘿嘿。一起搞水，大家都同嗲嗲嘅搞到猛幾聽。哦，要上來條名啊，嘿嘿。唔過有時節，隨到都出得韓國也朋友，還冇有其他人。遇到一種事情，唔聽作係無干無實，我就講都講唔得。唔過唔用啲我用嘅實真好，搶上愛腳腳離開。再過來係問下23歲，接下來又係哪個23人讀到嘅？因為讀到一種事情嘅同學有幾多位呢？在關於學習嘅調查，最後公認級嘅同學有56.8%的人是本人性騷擾，也就係講2-3人就1-3人是讀過。上來用嘅真係性騷擾呢？讀到一種事情，有人用嘅實真好。社會事件部嘅社會去調查嘅總共有78的同學，發現有53人本人用法語性騷擾，有13人是本人撩騷弄腳，有13人係本人用目神性騷擾，有33人係用其他嘅方式。上來有啲同學係用嘅來本有本人性騷擾麼？因對到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來這個呢有啲同學係用嘅為知道本人性騷擾。关键就是看他的肢体动作或表情吧。有些诡异的表情，像是色狼都会笑的那种感觉。就是车上算是空旷，然后位置都没有人坐，然后可是他就是还要一直站着，或者是一直贴着我那样子。你已经感觉到他特别摸某些地方。手是这样一直摸的话，那其实就算了。应该要看是哪一种球，棒球那种其实应该是很难会碰到的，可是像篮球那种肢体接触比较强的就有可能。关键在他有没有专注在那场比赛上，或者是那个运动上。假如就是他不小心碰到你，然后他还继续做那个动作，很故意的去碰到你的生殖器或是胸部，然后还摸得特别久，然后摸完之后他没有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就因為今日嘅主題當重要也當重要，所以 anyway 大家繞長度，同埋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嘅秘書長王家潤王先生，秘書長你好，向日葵好，大家好。來，我們非常高興嘉韻姐姐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待會很多問題我們可以請教她。首先，我們剛才小朋友訪問了很多的這個學生們，我們看一下，他們對於性騷擾其實不陌生，然後也做了一些歸類。第一個就是碰到沒有去道歉，那第二個就是他的表情是很奇怪的，第三就是他是刻意靠近，第四個就是摸特定部位。在校園裡常見的性騷擾的種類有很多，影片裡的小朋友講的都非常好，這4個關鍵其實都可以辨識到底有沒有性騷擾的可能。我請教現場的小歐們，男生女生都聽着哈，你們對於性騷擾有什麼認知？然後有沒有相關的經驗或體驗的？就會挨到同學搞，他就用他的手來摸我的重要部位，
哇，他有跟你道歉吗？他没有跟我道歉，当下你的感觉是什么？很不舒服。就是我们班男生就是爱玩嘛，然后就是说，哎呦，我们今天来看谁比较大，谁比较小，然后就会其实他也不在意我们女生有没有在前面，就把整件裤子脱下来。也还有比较夸张的是，因为我们学校会有椅子嘛，就是上课课桌椅，就是他会把一个男同学压在下面，不给他爬起来，用椅子压着他，然后一位男同学坐在上面，然后做一些性暗示的动作。对，哇，老师这简直是有双重性骚扰哎！我听到的是。第一个受害者当然就是那个男同学，可是这些看到的人变成是间接受害者。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同学们直接压制另外一个同学嘛，对，那个同学本身他遇到的就是校园的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然后就是说我们其他人在旁边目睹了，也感觉到不愉快。好，这个部分的确会对整个班级气氛跟你们的学习都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构成我们所谓的校园性骚扰。我们公民课上课有说到，就是性骚扰是看那个被害人就是不舒服，但是因为人都有一些变数，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舒服，有些人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实在是太广了，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定义？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好不好？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有2个大项，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从事不受欢迎而且有性意味、性别歧视的言辞或行为，影响他人，或者是以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为自己或他人获得、丧失或减损其学习或工作有关权益条件。这些文字，各位4位小欧熟悉吗？你们有看过吗？在哪里看到？课本上。课本上。那我请问一下，这样的文字，你们望文生义，你们能理解里面的内容吗？理解多少？略懂略懂。略懂。然后这2个性骚扰，其实不要说各位啦。就连大人我们看有时候都会看不懂，因为法条的文字很生硬嘛。可是第一种性骚扰的方式，它着重在他的语言或者他的行为，其实我们刚刚有强调，它一定具有性的意味，跟性别提示，就是跟性有关的意涵在里面，而且它会导致另外一个人他在受到这样子的性骚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人格尊严、学习、工作表现受到影响。然后第2种模式叫做交换式的性骚扰。简单来讲，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是一个老师，你是我的学生，然后我希望用这个交换的方式，然后获得我对你的喜爱跟性的需求，然后你因为我这个答不答应我这件事情，会导致说你可能学习会受到影响，或者你的成绩可能会被打不及格等等的。这个有点是利益的交換的方式，我們就會稱為那是交換式的性騷擾。綜合家長亞姐嘅紹介，性騷擾嘅定義就係分作2種，一種係體育環境性騷擾，係用人擁有性知識行為某些語言，讓你覺得唔受傷，而影響到你嘅身份。打放講，讓你唔敢坐公車，某是唔想去上課。另一種係交換式嘅性騷擾，係用身體某些分數轉做交換條件。要跟你接觸到性有關的身體接觸，像係講原本談音名，談音是為講你嘅表現唔那好。性騷擾唔單淨係動作停停咯，下巴講嘅話，我是下意識也會叫聲，到底係樣板。看落去呢個禮拜，社會太天蟲。大家都在的话，他讲的就是大家都在，他可能只是开玩笑啊，就是大家都笑一笑嘛，然后他可能是想要在那一群人中引起话题，因为他只是在讲笑话，可能只是想逗趣别人，不是特别在讲那个色的东西，所以他不算是性骚扰。可是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话，我就觉得那种情况的话，比如说他指着你的那里，然后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就算性骚扰。我觉得算，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笑话，那他为什么偏偏选这种黄色笑话来讲？而且这样会侵犯到别人，会让别人感到很不舒服。如果大家都在笑的话，那就表示他同意你性骚扰他。
强来讲，黄色的小扣加3个小就3种冇强壮的回答。我好奇请教一下，你们有听过黄色笑话吗？有。内容大概是哪一类的？对生殖器官的那一类，就是我们班他们就会很近的看你的下面，他就会说凸凸的。我以前那个国小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说我，他说你不要吵了，这个平胸。哦，你当时有笑吗？我当时就觉得说平胸也是一件好事啊，怎么？所以就谈开一个玩笑之类的。对，老师，性别歧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其实有跟小欧们讨论过。那今天把性骚扰这样的观念加进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看到中间的界限是在哪里。就是我的语言，这个性行为或性的语言有没有直接对单一对象，就是对你。好，如果我是对你讲出这些东西，或是我跟一群人讲，可是针对你的话，我对你，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对你做了一个性骚扰行为。可是其他人，好，其他的人我并没有针对大家，可是我的确讲了一个很因为性别而有的差别待遇的一个语言跟歧视的意涵。那对其他人而言，这就是一种性别歧视。我们班同学他就是他没有说出来，他都在黑板上面说谁谁谁上课打手枪，他没有讲出来，他就写在上面。然后我觉得当事人看得很不舒服，那算性骚扰吗？他是有把名字写出来吗？好，因为他把名字写出来，就是他有特定针对某一个对象，而且是跟性有关的意涵的文字跟语言。所以这样子，如果你同学在过程中觉得不舒服，好，然后连带的他连就是生活上或者学习上，他也被这件事情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也会说这个样子的行为是构成了所谓校园性骚扰。然后我也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如果加好友，他就会传过来他的上半身的裸照，然后就是他感觉就是全裸的感觉，但是他就拍来传给你，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手机就掉了，我就很吓到。但想请问老师，这个有算构成性骚扰吗？裸露身体，好，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嘛，就是当你们收到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手机都掉了，老师吓到了，对不对？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性骚扰经常发生第一时间，我们通常都是吓到了。好，然后我们开始第二件事在做什么？我们开始就会质疑说，哎，这个行为会不会是性骚扰行为？到最后就发现说，哎，我的确像各位一样，我们脑海里都会一直想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的确都觉得好不舒服哦，这对我们有影响。那它是不是性骚扰？它也是一种性骚扰。黑衣白脸男再度对蚊子伸出黄色小手。先生，你知道这叫性骚扰吗？我刚什么都没做。李婆婆制作嘅性作业讽刺海报，同大家讲，遇到有人自告八百的，我勇敢咪讲，唔唔过问题係，個唔要按鍵彈係。我自己開始。接下來，人採訪嘅兩個太姐姐，介紹同太后家下同呢個位冇共用嘅性騷擾經驗，唔過強調嘅係，介紹有時做起唔敢拍。好，就是我大一的时候，然后在很多人的很拥挤的火车，某一段时间的时候，突然觉得右边的肩膀传来很有规律而且很急的震动的感觉，然后我就低头一看，然后就直接发现我右边的男生他用他的侧背包就挡住他的下体，然后把裤头解开，然后就直接看到他在自慰，然后那个角度就是只有我看得到。因为我在他的左手边，就唯一我一个在就车门了，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脸，他就是一个长得很斯文的男生，但我丝毫不敢发出声音或叫或干嘛，然后我就我觉得我是害怕他会对我做什么，我不敢求救，即便我的方圆1公尺内大概至少有6个人，然后而且可能每个人都比那个男生体型还要大，但是我就是不敢做任何反应。
整件事情其实是在我大3的时候去健身房运动。那这个健身房的管理者是一个，应该是某个校队的教练或者是老师。是有一次我跑步跑完，他就说：“哎，你跑步跑完要收操，要拉筋。”他在过程中曾经从后面，然后绕过我的身体，然后把我的大腿就是掰开，然后而且是摸到非常非常，我觉得已经是到很私密的部位了。对，所以我当下觉得很不舒服，而且他贴我很近。可是当下我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反应，我不敢得罪他，我也不想，就不敢让他知道说他对我做了什么冒犯的事情，就我会选择用很委婉的方式离开。我觉得最难的点是在于我不确定他是真的吃我豆腐，还是说这是他的专业领域。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女生就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尤其是我觉得越小的小女孩都一样，她们一定要。只要觉得身体不舒服的状况，都要马上讲出来，不然就是会像我一样，我现在讲这件事情，我就是还是起鸡皮疙瘩的状态。所以你看到回复婆所线头来讲，遇到性骚扰而勇敢的阻止、勇敢讲卖，但我们看了2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要在当下开口说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要不要反击说不？我们会有一个前提要件。好，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必须要去判断一下当时的那个场合跟空间是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好，有没有其他的人？如果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其他人可以来协助？通常如果是1对1的单独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遇到的人可能要考量一下，就是说我会不会有可能的立即的危险，因为单独的情况之下，你不晓得那个人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就算没有带任何武器类的东西，他可能力气相对于你讲可能也比较大，所以通常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我们会希望当事人先判断一下，好，那个环境安不安全。如果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人数比较多的话，就建议你努力的把这个性骚扰这件事情说出来。我不知道小欧们对于这样的困难能理解吗？就是我有一次搭公车上学的时候，当我要走到公车站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从公车上面下来的人，他直接把他手就是放到我手上之后摸一下就走了，然后当下我就愣住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我回头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在那个公车站的时候，我就一直反复的想说，这算不算是一种性骚扰？因为我吓到了，我就到学校之后，我就写日记，然后跟老师讲，然后想请问老师，这个算是一种证据的留下的方式吗？如果真的构成性骚扰的话，不管是大人或小孩了。我们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时间的反应大部分都是惊吓，反而会能直接做出反应的人是非常少的。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如果你没有办法当场去制止或说出来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事后的日记也好，或者包括你可能事件发生了，你去跟你身边的同学或师长都有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日后要做一个申诉的动作来讲，这些都会是成为一个证据。那我反而会想要请教，尤其这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在当下阻止、当下 say no，那事后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申诉的管道吗？如果是在校园发生的，然后你是学生，然后对方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友等等的，好，那我们用的是性别平等教育法，是向学校的性平会进行申诉。然后其余的在校外的地区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的时候，记得用的是性骚扰防治法，你可以去警察局做报案。OK， 我们现在谈论很多性骚扰，可能係你唔認識學生父母，我其實要當到性騷擾係發生到已經認識嘅事檔，到底會係樣般嘅狀況？看一看下部呢一段影片。三下來要動危險，先生帶領走，做實驗嘅書嘅動本。來，動講哈。
也就喏随老婆嘅愛情。先生，规则好教，最唔要紧爱。我正经是要考好咱的肯听，唔要让我天数吼。當然，像我優秀嘅先生，天頭嘅帶定，我都聽呀。我啲蘇先生係真優秀嘅。啲考好咱之前，請專心讓我天數。按樣等考好咱說的，俺就做得向下向上一樣嘅快樂。冇問題。阿丹，这次的科展想要赢吗？来，别闹了哈！这我们看的是我们课台的一个戏剧《古风少年》，很有名。但是在这个看起来封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只有老师跟学生，你们会怎么做？刚才老师教我们判断这是一个安全可以出面制止的环境吗？显然这个环境可能不是这么安全，你们能怎么办？我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可能传个简讯，或是快速拨个电话，跟同学或是家人求救，请他们去帮忙，这样子。假装去说要跟老师说要去上厕所，其实是去求救之类的，去外面找人求救。我是会转移话题。转移话题。我要去更用功来研究这场科展。马上就要走了。嗯。老师，我们可以怎么做？其实刚刚几位小记者们讲的都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会希望说同学们就是平安的离开这个地方嘛。所以刚刚大家讲的转移话题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好，让老师去停止这个行为，然后赶快让你可以离开这个环境。除了我们刚才看到老师在密闭空间两个人熟识状况上的环境，假设是在公开的场合，不认识的人又该怎么办？一起来看。在小欧巴士上共有5个人，分别是公车司机阿哲，还有小学生乘客阿丹。站立的乘客分别有张玉潇、蚊子，以及黑衣白脸男秦静一。在拥挤的公车上，大家摇摇晃晃。此时，黑衣白脸男竟对旁边的蚊子伸出了黄色小手。原本埋首在手游的阿丹发现这件事情，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下整个犯案的过程。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可以立即是拿给公车司机，那告诉他说有发生了性骚扰的事件，请公车司机做个处理。另外，如果当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是回应反应的话，也可以把这段录影拿去警察局，好，也是成为事证之一。对，好。可是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录影可能会涉及到个资或是侵权行为的部分，对，所以尽量就是录完影之后，不要放到那个脸书或是社群网络上。情境2。黑衣白脸男再度对蚊子伸出黄色小手，可是因为人太多，蚊子没有办法去找司机，所以只好跟旁边的张宇韶求救。你刚才被性骚扰在哪里？先生，你知道这叫性骚扰吗？没有啊，我刚什么都没做。蚊子能在第一时间去请隔壁的乘客协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隔壁的乘客也非常立即的做了一个回应，然后制止这个行为，这个也是处理性骚扰事件非常直接的一种方式。OK， 接着情境3，公车还不算太挤，结果此时此刻，黑衣白脸男再一次对蚊子伸出黄色小手。蚊子发现之后，立刻去跟公车的司机阿哲报告。刚才有人对我性骚扰。各位乘客，不好意思，目前车上有性骚扰案件，我们即将过站不停到警察局。这个情境来讲，我们非常
赞同，就是说受害人就蚊子，他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做回应，好制止了这个样的行为，也把等于是性骚扰的现行犯给抓起来。请各位恢复搭车的状态，你这摇摇晃晃，结果真的是不要脸的白脸男，第4次又对蚊子伸出黄色小手，蚊子自己对坏人出声制止。你在干嘛？没有啊，我刚刚没有，太急了，太急了。老师，蚊子这样会不会太冲动？不用担心这个部分，好，因为性骚扰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对一个陌生人做一些性骚扰的指控。那如果蚊子误会他真的是太急，不小心碰到呢？如果是碰到的话，基本上第一时间的反应，我们通常碰到人的时候，我们会本能性的就把这个手移开或者放开。可是他其实在这个动作其实是做了一段时间。他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已经跳出我们一般客观合理判断的一般人的会有的行进反应。所以当蚊子遇到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把它说出来是正确的。受害者蚊子。你有感受到那个可怕吗？那只黄色小手伸向你的时候，有。那你的感想？因为当下我是吓到，所以我可能真实发生在公车上，我真的遇到的话，我其实不会真的去向别人求助，或者是真的向司机求助，或者是跟他大声的说，因为毕竟在公车上人很挤，我也会反复的问自己说，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会一直很懊恼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遇到性骚扰的时候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很直接式的反应，这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大家能做的。可是的确每个人个性不同，有些人是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可能他在第一时间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直接的回应。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包包的话，好，你可能假设在旁边他对我有这样行为，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挡住，隔开。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像这种在前后面的话，哈，其实你可以后面直接把他脚踩下去，提醒对方说，请不要再跟我再有进一步的那个接触。OK， 谢谢老师，来也谢谢各位小欧们。嚟咗禮拜，透過呢半點鐘有關性騷擾嘅討論，而參加天氣挑戰嘅觀眾朋友，經過你講嘅很多嘅資訊，你係咪就發現其實對你人生當中亦發生過？長遠你唔係按了解，唔確定係咪性騷擾嘅事件，你下為下確定咧，難擺有多到兩類嘅事件，應該啲樣辦做咧。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還有精彩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斯天普，拜拜。司機先生，開快一點，去警察局嘍。好，下一站警察局。哦。